信高声颂扬救赎主，他必保守我们的盼望，他必保守我们的盼望。太阳那里有你，太阳那里有你，你呀有太阳。荣耀关乎主耶稣生命，荣耀关乎主耶稣生命。万主万民起来敬拜他，万主万民起来敬拜他。太阳那里有你，太阳那里有你，你呀有太阳。荣耀关乎主耶稣生命，荣耀关乎主耶稣生命。他是我们永远新生命，他是我们永远新生命。太阳那里有你，太阳那里有你，你呀有太阳。万主万民起来敬拜他，万主
这大家平安。平安。即时，请咱闭目心，三甲来敬拜上帝。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请咱来吟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神在，神在，神在，掌理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首。我
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13页，显着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为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温柔被老人来受苦，变是会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这个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为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今仔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后壁启应第24，也就是诗篇的100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咱底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煞到万代。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的看顾，互阮平安地经过一礼拜，会当来教会敬拜你。阮要全心来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阮要学罗你。你监察阮、捌阮所做所行，你拢清知。阮心内的念头，你嘛真清楚。阮的一生时常有逐款的考验甲苦难，面对大环境的变迁、社会的改变，滴到阮的内心焦躁不安。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阮，激励阮软弱无力的心。人就亲像分一个去，日子就亲像影过去。阮知影，只有倚靠你，才会当赢过所有的挑战。求你，互阮有一粒谦卑的心，伫人生的道路，甲你相同行。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愿主甲今日的新学生李佳伟同学同在，互今仔日所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的兄弟，求你看顾甲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主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献诗，因今日要献的是希望的歌，请于洋兄。每当乌云散尽，阳光又再出现，亮的光芒把大地照亮。我心中的阴霾也要渐渐过去，直到太阳永远不消失。生命途中常常会遇见困难，似乎走到尽头，我无
渐渐倾斜，散发出无限的苍凉。但有一个信念总是会出现，告诉我潮水一定会来，心中小船有时也会搁浅不断，生命潮水必定再回来。真感谢伊用上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恭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有2节，一个是伫咧旧约出埃及记第14章15节到18节，好学本是86页，汉语本是73页，现在中文版是86页。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教以色列人正前去，你也拐仔伸手指海来分开伊。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独独我要互埃及人的心意，因要跌落去。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伊的车、伊的马兵来得到荣光。我伫法老甲伊的车、伊的马兵得到荣光的时，埃及人就知影我是耶和华。”第2节的圣经是伫咧新约使徒圣经第13页第1节到第3节，好学本是182页，汉语本是149页，现在中文版是205页。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啊人，就是巴拿巴甲称作尼结的西面，鼓励咱人路求甲分封的邻军，希律同培养的马念以及所罗，因服侍主敬食的时，圣神讲，就甲我分派巴拿巴、所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对安尼敬食祈祷，用手唤因，就找因去。以上愿上帝听筒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新学生你甲咪要互咱的话的题目是一小步一大步，请李佳维同学。西湖教会的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族内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我是玉山神学院的学生，那我来自宜兰县大同乡的茂安部落泰雅族的学生。那我今天有请我的先生来陪我来这边请安募款，这样。好，很高兴遇到大家。那在刚刚我们来到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地方非常的就是很有家人的那种凝聚力跟亲切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母会哈，像我的部落、我的母会，大概也是比这里再更小，再小，但几乎可以说一场聚会大概只有10到20个人，然后平均年龄呢大概是40到60左右，然后我们的部落是非常到晚上8点以后就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然后是大概只有一个杂货店，其他什么像 Seven 啊、像书局啊、全联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好，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哈。那在今天呢，我们
玉山神学院有很多的学生，我们到北部来一起为学校募款。那今天我要用一小步一大步来去做这样的分享。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梦，对不对？梦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梦好像是一种很神秘的预感，好像有时候梦到好的，好像会有事情发生哦。有时候好像梦到不好的，感觉好像最近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哈。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弗洛伊德，他出版一个书叫做《梦的解析》，他就来用研究来探讨梦到底是什么。那他就打破了我们对梦的一个误解。其实梦境呢，是我们潜意识的一个心理作用。那阿姆斯壮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第一个怎么样登上月球的人。在他的梦想里面，他就希望他可以登上月球。但是有没有人会相信呢？其实没有，对不对？当他登上月球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吓一跳。哇，原来梦想是可以成真的。他就用这一句名言来去鼓励每一个人。他就说：“这个是我的一小步，也会是人类的一大步。”那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前辈，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宣教师，他们也都是用自己的那一小步，小小的一个努力，来成就人类很大的一大步。就像莱特兄弟一样，他们也是制造了飞机，还有比尔盖茨，他也是希望有人有一台电脑，所以就慢慢的来去发展这个微软的王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威尔逊总统他们讲的一样，我们的梦想，其实有时候不会只是就是过了就算了，而是那个梦想，我们慢慢的付出一点行动，总有一天，或许我们也会梦想成真。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以新约跟旧约来去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小步来成就什么样的一大步哈。那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的14章，我们刚刚诗会有请我们有帮我们一起来读。那我们还记得出埃及是一个非常就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千百般的不愿意哈。我们知道摩西说什么我的左口笨舌然后我什么都不会。可是呢，他也是因为最后不得不顺服上帝之后，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今天的经文14章的15到18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其实一直都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从以前都是被当作奴隶，然后被不平等看待，甚至在埃及做了很久很久的努力。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有的人可能一出生到死亡，一直都是在那个奴隶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他是公平的哈，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的辛苦，所以在那个时候，也透过反奴隶，还有反压制、反迫害，让人家得释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他愿意跨那一小步，所以就带领人出了埃及。但是呢，往往我们经历了一关之后，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关卡。所以当他们到红海的那一个时刻，他们就发现，后面好多的埃及的一个军，还有一些士兵一直在追赶他们，前面都是满满的红海，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前进。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在所有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是想说，哇，我们完蛋了，那干脆我们回去当奴隶好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很坚强的信心，他是来信靠上帝的。摩西呢，向以色列民跟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要站稳。今天就要看上帝怎么样救我们。你们也不要再看见这些埃及人，因为上主要为你们作战，你们只要镇定。”我们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非常危急的事情，我们会像摩西一样这么镇定吗？其实很难。可是呢，因为摩西他踏出了这一小步，所以上帝真的就让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危险的一个处境。以色列人呢，在上帝跟摩西的带领之下，一起踏进了这一小步。红海分开之后，他们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民族，又走向了建国的一大步。在前几天是耶路撒冷日，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摩西这一小步，到现在他们的民族从奴隶到现在是一个很民主、很自由的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在下周是我们的圣灵降临节，在这个新约安提阿教会呢，这个上帝的圣灵呢，要保罗来去传扬福音。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安提阿呢，他们是因为信仰而被逼迫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因为顺服了圣灵，所以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在以前初代教会，其实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同一个，就像我们这样子，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是充满纷争的不论是种族的，或者是宗教的一些律法，其实充满纷争的。但是呢，保罗因为顺服了圣灵，所以他又在教会也在外邦传扬福音。那其实这样传扬福音呢，是超越种族、超越阶级还有教育的团队。就像从使徒行传13章1节的同工名单当中可以看到很奇妙的组合，就是他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那这样的力量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上帝的怜悯，然后让这个圣灵来进入到他所要差遣的保罗，甚至是宣教士。那在安提阿教会呢，其实恩赐也不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纷争，但是呢，因为顺服圣灵，他们在恩赐当中虽然不同，可是还能够彼此的合一。顺服圣灵呢，让保罗也能够出去来去宣教，让更多的教会也能够因此而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罗马书，或者是今天的经文，有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保罗在第1、2、3、4去宣教的时候所建立或者是所关心的。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是很多的纷争，因为彼此的不同，然后造成对立。但是也因为顺服圣灵，保罗他可以做这么多的一个服事。那其实不论是从摩西或者是从保罗，当我们要跨出那一小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也是因为顺服，所以才能够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神。那在玉山神学院呢，也是有一小步。高俊明牧师，他是我们玉神的前几任的一个院长。那其实我们玉山神学院呢，是在1946年的时候来设教的，当时是没有空间、没有设备，
然后也没有土地来给我们上课这样。那在过去，在1959年呢，才开始叫做玉山神学院书院。早期我们的学校的样子是像茅草屋这样子。那地点呢，也因为土地的关系，不断的变迁，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在1957年，高俊明牧师他担任第3任的院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玉山神学院是要面临关闭的状态，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经费。但是，高俊明牧师他非常的坚持，想说，就是只有一个学校是原住民的学校的神学院。那如果这个时候关掉的话，其实有很多山区的地方，还有很多的教会，其实他们没有牧者，但是他们也没有福音，这样的话就很难让部落的人来信主。所以在高俊明牧师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来推广原住民的神学教育，让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也是经过董事会还有孙理莲师母的支持才可以成立。那高俊明牧师呢，其实一直在努力让玉山神学院能够建构起来，所以终于在有一日，终于结束了我们10几多年的迁移流浪的日子。那在1959年3月27号，受难节的清晨呢，我们的玉山神学院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好，现在的地方是在花莲的鲤鱼潭对面，那边的风景非常的好，然后后面还有高山土地。这次超过高俊明牧师，甚至是所有原住民牧者所想的，所以真的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学校。那这是刚搬到鲤鱼潭的样子，那时候的所有原住民的学生都是带着很多的行李，然后搬着很多的一些工具，然后来到玉山神学院。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来到玉山神学院的话，可以看到有很多学生自己搬的石墙，就是一块一块石头，然后搬成很高的墙，或者是搬成很高的楼梯，这样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全天都在上课，而是早上的时候上4小时，下午的时候是来工作，然后来建校园的。大概是长这样子，现在还存留，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上帝的恩典很奇妙。虽然我们的原住民的教会很多的地方可能是教会很小，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资助传道人，但是却有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学校，是培育原住民的宣教士跟传道人。那事实上呢，高俊明牧师因为跨了那一小步，所以今天才有玉山神学院。所以我们学校很特别，我们的校规也算是一个精神，就是不怕风，不怕雨。那玉山神学院呢，其实是培育原住民的牧者，然后到自己的部落，或者是到自己的宗会来去宣扬福音。那事实上，现在玉山神学院呢，还有培育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像今天早上有跟几位姐妹聊到，有跟一些玉山神学院的日本的宣教师有联系，然后感情也很好。事实上，像最近有点战乱的，像缅甸或者是内战的一些国家，印尼。也有很多的宣教士是有来玉山神学院受装备，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其实我们也是都在为他们，就是学校也都在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的处境其实没有像我们这么平安哈。其实他们在这里可能受了装备，然后可能生活环境很好，可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或者是回到他们的国家，其实是充满逼迫的。
就像保罗那个时期一样。所以因为高俊明牧师的这一小步，然后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我们才可以领受到这么棒的一个福音。这样，那原住民的母语呢？其实现在说真的，我们年轻人其实讲母语已经很少很少了。好，那部落其实也渐渐开始同化，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很少在讲母语。但是玉山神学院其实是非常的注重母语，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哈，一个语言的消失，就是代表一个族群的消失。好，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原住民的部落跟教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母语。因为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个年纪的，其实都不太讲母语。那之后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生活，其实都会渐渐的消失。所以在玉山神学院，有培育我们这样的一个语言，那也有培育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议题。那在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有做侍奉周的服事，就是有3天是不用去不用去上课，但是这3天都要整理学校的环境，譬如说种树，然后拿工具、拿锄头，然后去养化植物，或者是砍草等等的。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好。那从今天的经文一直到玉山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他其实一直都在，他不仅是在旧约，在新约，也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所以相信西湖长老教会，不论是牧师或者是长子同工，不论是我们现在心里在有什么梦想，或者是不论是在家庭，或者在职场，或者在校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梦想，或许也是上帝透过他自己的旨意来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期盼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那我们可以一起彼此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勉励。那在当年呢，因为以色列人看到红海而害怕，差一点就跨不出那一步。但是因为摩西跨出那一步，现在以色列人才有这么好的生活。那也是因为保罗顺服圣灵，所以才跨出那一步。那结论来说，不论我们是上帝呼召在职场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学习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其实就是跨出了那一步。还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那时候将要被杀害的时候，其实耶稣也是很挣扎，但是他也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跨出那一步。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救赎。阿们。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跟西湖长老教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虽然我们在分享或者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主啊，我们非常的有限，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彼此的相遇。从摩西到保罗，一直到高居民牧师，甚至所有的宣教士，主让我们看到因着那一小步而造就人的一大步。主，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而不是我们，因为是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领受救恩。期盼在西湖长老教会的所有主内弟兄姐妹们，不论在家庭，不论在职场，不论在教会，都能够为你跨出那一小步。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播放玉山神学院的一个影片，这样，那里面大概会介绍。在原住民神学教育里面，我们会关怀国家的前途，爱乡土，做台湾人，做有文化内涵的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会继续秉持这种信仰，来尽心尽力为主服事，来荣耀上主。玉神他不只是在读书方面，他也是要从事很多各样的服事、教会的实习以及学校的活动，还有各干部的学习。其实一直以来很有负担的就是对于青年的这一块，因为人口的流失，又加上青年到外地来去工作、来去读书，所以他们很少回到部落里面来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及信仰的扎根。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能够跟这些青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信仰上面的部分，然后让信仰能够更加扎根，让他们能够不要去外面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的文化，跟忘记自己的信仰。传道人或是我们的同工，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况，始终就没有办法看见会主动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出去，特别是我们社区的文件站，透过教会去协助，做照顾老人的一些事工。文件站的负责人还有这样的感动，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这是社区宣教的一环。我在玉山神学院里面实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经验，能够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或者是我的老师来分享，由他们来提醒我该做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改变，我才了解到说，我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走遍所有的教会，反而是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事风格，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抛开这些我们以前固有的这些习惯、一些傲慢，真正谦卑的来认识这块土地。我们，然后看看我们里面的学生，
那也希望就是请大家也多多为我们代祷。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地区的教会其实是很需要传道人的，但是因为很多教会其实是因为老年人口居多，所以没有办法聘传道人。但是有很多的教会其实是非常需要传道人的。对，那希望有空可以多来看看我们。好，谢谢。应答上帝的话，回应圣诗第552首。552首，逐个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胆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552首。下面咱要来奉献，请吉兰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咱今仔日真欢喜吼，就等咱有新的朋友，我来甲介绍。今日的新学生的先生叫做郑荣恩先生，今日起立来欢迎。第二位是林怡珍，是小姐姐后面。真欢迎后边佫有机会来阮的教会。阮的教会虽然细间，毋过真温暖。下面请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就是本日是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真感谢新学生李佳维同学代表学院前来请安报告甲进度，请兄弟持续关心大道奉献。第二，后主日5月28是圣灵降临节，礼拜中要举行圣餐，礼拜后要召开5月份小会甲中职会，请中职有留时间出席。第三，七星中会319教会伫个5月28下晡3点要伫教会举行徐信德牧师进城退休感恩礼拜。第四，有需要探访，也是要开放厝的，互人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请甲牧师讲，也是甲教会中职依你安排。第五，鼓励教会兄弟出席教会礼拜5暗时的查经祈祷会，目前查经的范围是旧约创世纪。第六，5月28圣灵降临节礼拜，题目是使徒圣经第3，我信圣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11节。信息是173、177、366、397，客英文是34。咱来看聚会活动吼，咱即摆查经查是创世纪第10、第1到第11第9章，是要始至闪含甲雅弗的记录。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后礼拜讲道是约牧师，司会是江长老，司琴是蔡玉珍，领唱是梁长老，司献是吉南执事甲玉洁执事，交代是张邦熙兄甲春英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燕庆姐。咱来读今日的经句出埃及记14章15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教以色列人正经去。”咱用台语来读2遍，用华语来读1届。来，请。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教以色列人正经去。”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啥事后叫我？你着教以色列人正经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出埃及记14章15节。下面咱用拱手互相来请安。上言，咱来吟圣诗第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路，即条歌足敢若一句话啊尔。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咱起立来吟。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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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向前行。
咱向前行，比上帝高。咱向前行，咱向前行，比上帝高。请坐，下面咱请牧师来甲咱祝祷。伫遮补充报告一下，就是讲，咱最近伫新闻拢听到真侪大学、私立大学，因为招生不足，也是讲学校的经营困难，所以拢关起来。所以咱知影讲，即马台湾的教育，尤其是办教育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利，咱真正爱珍惜咱的玉山神学院，因为伊会当讲是咱台湾唯一一间私立，阁是为着原住民的事工，甚至是会当讲是为着台湾原住民来设立的一间学校。所以咱爱珍惜即间学校，咱嘛知影讲神学院。属伫教会的神学院，无可能要求神学生亲像一般私立大学的学生共款，缴真贵的学费。所以一方面，咱爱鼓励教会青年爱献身来服主来用，来为主做工。咱爱体贴着因经济的负担，但一方面，咱也知影，即马物价愈来愈悬，逐项物件拢需要钱，所以办学校即个每一年需要哪来哪侪钱。学校的建筑物嘛久啊，咱拄仔听到71栋安怎好的厝，嘛是慢慢的较久。过来是学校的设备嘛爱与时俱进。是讲电脑的设备，学校像讲厨房的设备，种种，也是学生的宿舍，这拢爱一直更新。所以咱拄仔看到，一档需要6000几万的经常费，才会当支持即间学校。佮加上讲，因为学校过去几档的建设，像讲新的综合大楼，迄佮欠银行，拄仔看是几若千万。咱知影几若千万的银行贷款，一个月的利息是偌济？所以讲增加伫学校的需要。所以讲因为以前也无属伫另外即进前的教会，迄当阵甚至佫接到玉山神学院院长的办公室会当工敲电话来讲要安怎，老师的薪水发袂出来。银行搁伫遐讨钱，因为即个建设的贷款，建筑物的贷款，即个加袂起来，所以搁爱一间教会来问讲，敢会当互阮去募款，还是有啥物办法通帮助阮？所以玉山神学院真正是伫原住民教会事工顶面培养原住民的教会牧者，甚至是演耍原住民文化，拄著讲到母语、甲音乐、文化，这各方面的事工，这是咱台湾教会的宝。所以毋茫讲虽然讲咱已经过了拄著奉献的即个时间，但是咱若想讲你有办法来帮忙玉山神学院，你会当主动甲学校来联络。也是讲咱即个奉献地啊，佮有村，这咱拢会当慢慢来关心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所以伫遮搁一遍来呼吁，咱即马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才通起立。恁着爱伫生活中间靠着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甲咱做伙同行。所以咱爱勇敢踏出咱的一脚步，因为对咱来看是一脚步，但是因为有圣神的做工，这伫上帝的国的中间，这是一大步。所以愿咱勇敢来向前，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